婚宴喜慶場合好多時都會用噴彩帶嚟助慶㗎，但喺山東菏澤一個婚宴，因為咁而樂極生悲。由范寶瓊講下。一對新人步入酒店會場接受賓客祝福嘅時候，親友攞起罐裝彩帶噴向佢哋，咁但係色彩繽紛嘅彩帶突然間着火，新娘首當其衝，新郎嘅頭髮亦都燒着咗。親友一擁而上幫忙救火，場面混亂，火勢好快被撲熄，咁但係一對新人嘅頭、頸同埋膊頭都有唔同程度嘅燒傷，立即送院治理。雖然冇生命危險，咁但係肯定今次嘅婚禮令佢哋留下難忘嘅回憶。初步估計事件中使用嘅罐裝彩帶，其中一種充滿易燃壓縮氣體，接近火源之後會着火焚燒，而另一種彩帶喺噴發嘅時候更加會發出聲響，可能因此產生火花。咁由於呢一啲罐裝彩帶包裝上只有簡單嘅使用方法，冇註明廠家同埋出產日期，一對新人正考慮循法律途徑追究。無線電視記者范寶瓊報道。